大家好，主內平安，我係麥偉琪牧師。最近發生嘅天災人禍，喺呢個多變無常嘅世代，人嘅心情都可能會有啲沉重同埋不安。人可以點樣為將來打算呢？我都會同大家分享聖經中嘅真實個案。人喺絕望同埋無助之中，點樣遇到主耶穌，可以從谷底爬返出嚟，過返一個積極而有意義嘅人生。喺呢度邀請大家參加12月21號由信德堂基石教會聯合舉辦嘅聖誕福音聚會。希望睇到呢條片嘅你，可以預留時間，快啲嚟報名參加啦！